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绝版赏析》。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为女子绍兴文戏做出重大贡献的代表人物姚水娟。一回是创新，一回是不是讲是我现在已经蛮好了，蛮红了，也不欢喜了。一回是一定要创新，那么创新哪能办法呢？也许那个叫台高头先来改革，台高头哪能改革呢？本来了，阿拉演出了台高头是。演到一只唱功唱下来呢，演到一半呢，也就是讲一个这个叫舞台师傅了，伊要拿做来吃的，那么一个花旦演出呢，早晨呢，搿能介一做之以后呢，就是讲里向就是讲喝口茶，就是搿能介的。那么阿拉个老师想想，搿实在太难看了，得演出了发舞个，伊就不要，结果伊同我讲，勇啊。那我找搿只播错舞，侬不要把搿个舞台师傅哦。搿我倒也吓得了，我想这啥了？搿个舞台师傅，我这要啥么子？要摆啥么子啊？啊是啦。搿么我哦，结果伊是台高头是勿吃茶，就是搿能介改脱了。还有一个呢，伊就是讲整个台高头要角色那个洗下来嘛，本来嘛，阿拉舞台师傅拿只垫子，这个演员呢头颈里向一托。那么就搿能样子倒下来了，但是阿拉个老师呢，伊就勿是，伊就不要伊拖，伊就是讲对讲好个，侬不要来拖我，伊就是硬挺挺的，就是搿能个嘣跪下去。那么阿拉来了讲呢，就是搿是就是个讲师的呢，要有多少个功底才能跪下去的？没老厚个功底呢，伊是跪不下去的。搿真的是叫是台下生意功啊！台高头是只有3分钟了，所以就是搿能介快一记了，搿伊个功夫是多少了。结果后来呀，想想生意嘛对头好，葛么我是搿能样子来演啊，伊发满足以上，伊就是得一个叫啥呢？得一个一个要好朋友吴新珍，那个铁家那个搿个叫铁家里谁晓得？还有吴思谋。对两人商量下来嘛，无所谓，阿拉请导演去编导的就是请个范蠡请来之呢，第一只戏呢就是把个花木兰演出之以后啊，哎呀，真是轰动，意思呢就是讲伊啥呢，女扮男装，英勇气概，连得英国的报纸上都有。那么伊想想。虽然搿出戏是成功了，对吧？但是伊想想台高头没布景啊，没啥么子啊，没后面么子衬托，老粗溜的，搿么哪能办法呢？伊拿一只台子，2根阿灯不要，那么就弄眼个布景，像个女布景呢，后头一块女布景，就是。到后来呢，就是小剧场呢，也搬到大剧场去了。一个从前是一个卡德大戏是放电影的，结果伊去演出啥呢？就是改个叫地小英语。那么地小英语是现代戏咯，搿要演出嘛，第一场个沈鸿禧勿是要唱大鼓个嘛？搿大鼓哪能唱法呢？结果伊到外头去请人，到外头去学。但是我呢，只看见伊每日到庄头，伊到剧场里来了，一只大鼓嘛一把。一直那个叫架子嘛，一刀咚敲了，一边敲一边唱，我嘴巴里向唱。哦，搿个说是唱大鼓，要等到唱了熟练之以后，才肯得观众见面。伊就是搿能样子演出的，认真演出的。伊戏路呢小吃光，伊戏路是伊。对方演花旦，伊也是演鬼门旦了花旦的是吧？一般侪是好像，比如白虎、叔父啊、碧玉簪啊，是吧？搿些什个梁山伯祝英台啊、陈小妹调好啊，搿些戏大家是演花旦人侪会得演的。但是，一到伊来了演了呢，就与众不同了。伊呢，这个叫哪能讲呢？这个好像搿个改进的办法啦，蛮多的。伊个各种个鬼门旦，像阿拉老弟是包头个，侪贴4片纸啊，包头包起来的。好像
用千变一来个种个花旦总归是搿样子演法是吧？但是一到伊演出个辰光呢，就各有个不同了。所以个伊呢，蛮有得开拓精神个，伊要蛮有得开拓精神个，伊好像要，阿拉搿辰光日里向是演老戏，夜到是演新戏，是吧？演新戏个。葛么，伊呢讲同样一个角色哦，比方像这个叫白虎叔父，白虎叔父演廿来生咯，是吧？廿来生呢，当时搿辰光我看着蛮多个了，比方有王花廿来生，是吧？有赵才花廿来生，还有其他角色获得个廿来生，但是伊个廿来生呢是与众不同个。那今朝来分析呢，当时讲阿拉没哪能个去分析过。从今朝来分析呢，伊个廿来生是无廿来生搿样子一个那性格啊，我现在阿拉分析个逻辑个。伊呢搿廿来生是有是把那个做妇啦、冲官个啦，是吧？冲官个内容啦，伊邪气盛心，是吧？蛮放得开个。所以伊呢搿个廿来这个性格呢是敢恨敢爱，是吧？所以讲，现在讲起来呢，伊廿来生后头要去当严夫，当灯差，从严夫当到朝夫，是吧？所以伊可以搿样子做，因为伊这个从小养成过伊搿样子一个习惯，天不怕地不怕，所以讲做家宠爱。所以现在讲起来呢是这个廿来生是闲话性格个啊，还有其他比如8、9岁，是吧？一个表现，伊特别讲个8、9岁来了3间以下来。搿男人要打伊个辰光，打伊个耳光辰光，伊觉着好像男人骗伊，好像能过来哦，好像能改得，侬衣裳改得好，我有赏个，哎哟，伊老开心个是吧？伊觉着，哎呀，伊回心转意了，我今朝被改衣裳啦，想必来是奇功一件，伊毫无顾虑个，毫无防范个，跑到男人搿搭去了。不晓得伊男人啊，一个耳光一接头，你踢到，但一接头一来一个。伊这个表演来一个双飞球，这个接场，阿拉老早子有的接场叫实弹师傅啦。接场个人，搿一只垫子呢，啪一就掼过去，一定要掼了，不要掼了地浪向，要掼了一个屁股下底。伊呢一跳起来，搿一个垫子一道收过去，搿好像是现在讲起来也是救活啊，绝活是吧？要想偷伊呢，要2个人，一个是接场个师傅要掼得好。一个呢，伊要是搿个一双飞机跳起来辰光呢，后头好啪后下去，是吧？所以后来这个婆婆上去了以后呢，伊是2只手往上来一翻，啵举过去了，是吧？伊连这只碟子一道打过去。一般高兴阿拉是来了台北搿里举了是裙子举过去了，脚膝高头嘛举得邪气痛，是吧？痛死。伊呢邪气好搿几生活，所以讲伊个身浪向呢。是搿戏讲起来是蛮戏路也蛮广个，伊是吧？伊可以说是演啥像啥，演啥像啥。伊有一只，伊也有一只夜到是阿拉只新戏，叫是皇帝的称鼓，是吧？啊，搿辰光不晓得是不是搿只名字，但是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称鼓。伊呢梳了一个大辫子，是吧？像搿种福宝头啦，大辫子，扎了一套兰花布衣裳。袖子感觉得老高，裤脚感觉得老高，下底呢穿一双脚，戴一副银镯头，搿搭呢戴个银项链身上是吧？搿是活了我一个农村当中活泼可爱个是吧？拍了来戏个搿样子一个称呼。葛么夜到演出新戏了，蛮生意蛮好个，场场客满，是吧？但是伊也会得反串这个南国，是吧？像这个叫范马基啊，伊就反串这个老爷，是吧？还有一个嘛，像这个叫木兰从军啊，是吧？有扮男个啊，伊是叫做孟丽君啊，是吧？有扮男装个，邪气杀脱，搿种好像真是一个风流直荡搿样子一个小生，是吧？表兄啊！个人的才子是皇帝，嫂子必要来奔里，表弟有往到南去，我要
巧了。怎么样的巧呀？女兄也要到湖南去了。表兄你家子送将到湖南何时呢？你到湖南何时呢？我到湖南招亲。哦哟哟，太巧了！怎么样巧？女兄也到湖南招亲去了。不知你找的哪家？你找的是哪一家？这请我武大大有名。嘿嘿，我的老岳母也不太办你。你家我武做什么？小姐叫什么名？你家我武做什么小姐叫什么名字？我武走兵部上视察填表的小弟查来英，你的小姐叫什么名字啊？哎呀，不得了！怎么样不得？查填表女儿早已许配我了呢。是了，既然许配了你，哎呀，为何又许配于我？不是我人做的美，你有人做的美。他填表亲口许我，还有什么样家的不人？你的美人是哪个？我嘛，好与他平离的。哎呀，这件事叫我是实在这口。但是什么缘故？你不识我要丢了。满来表弟呀，小弟为我心啊发呀急，为兄你话的呀呀的，你只与我在我的，有个别平平足足约三家提笔，笔是我个眼将提笔呀，这下来东方里要下我的，万望表兄听讲戏，你只管非来我不孝啊！你呀你呀，我呀的叫声表弟弟，小气的被你怎么样？这件事叫我难的呀去。因为姚世军那科班当中人，也是开始学小生，后来转花旦，所以伊呢既然学过小生，所以对一些戏中的女扮男装这些角色呢，他演来非常拿手啊，这个非常擅长。比如说《孟丽君》中的孟丽君啊，这个还有《郑香生》中的这个戏，这个查兰英啊，这些角色，伊都演得很好。比如说，伊跟一个这个叫施季梅、祝淑娥搭档演郑香生，那《四王会》这场戏当中呢，啊，这个演得也是女扮男装啊，演得妙趣横生。那么讲到一个施阿梅、祝淑娥啊，我顺便也讲几句。祝淑娥人是得姚世军人搭档了好多戏，是一个当绍兴文戏当中是非常出名一个演员啊，非常出名一个演员。他的功底非常好，因为由于学戏的辰光，他经济少节多，所以功底非常好。那么一个拿手戏人就是有武松与潘金莲，对吧？吕布与貂蝉，这个窦俊彪。一个当时的武功之好，可以讲绍兴文戏上没一个女小生能够及得上伊。所以伊呢，就是搞了岳家家，也有这个叫这个岳家家的这个改教天之称，有活武松、活吕布，搿能介的这个对一个赞美啊，对一个赞美。那么要祝淑娥人，他这个身段、腿部都非常好啊。比如讲，一般小生他穿那个小生袄子这个长衫了，他都要系腰带，但祝淑娥人他又不系腰带，对吧？他出场的辰光，这个用手这个提襟啊，满腿部，很有气派，非常洒脱。所以后来这个叫尹桂芳人，也是向伊学习啊，这个一个腿部的这个啊，各种这个身段的这个。什么缘故？你不是我要丢了？原来表弟到哪里而去？表兄啊，表弟飞到哪里呀去？到我那雨小的把天啊
的，表弟呀，你早听为无心干呀姐，与兄与你话上你，本应当是东山街，到我那与小姐把天地，在东啊往来一呀二年，昂昂塞塞，西口包口笑一呀的，小弟不要紧来呀姐，小姐的走谁怎么样？这件事啊，到底有些难为情啊！有什么难为情？我替你难为情，好不好？小心表弟听相信，我与小姐，你与小姐定过亲吗？没有。你与小姐把过天地吗？也没有。你与小姐到底什么样？我与小姐是呀，是夫妻，平时眼泪笑嘻嘻，你时时心情好不要面皮。小弟呀，与兄与我来接呀你，让小姐的忠心怎么样？请你娘与我为呀亲，我去晚去不到地气肯娘与你，小弟呀，我是大来你是阿弟，我是兄来你呀哥的，让我他不找亲戚呀，你娘为兄呀是呀你，这件事情能可娘的，怎么我的老婆都能娘与生的嘛？真生气哟！表弟不要来生气，爸爸你来接你。哎呀，那小男人他别了气，我要滚来，他要接，表兄不要来看起，分应当是我不然的。那么第一首人，搿只传统节目，著名的一些传统节目，也是姚世军当年的拿手戏。不过，伊当时演人是演女主角李秀英啊，鬼门丹来演。那么到1963年、60年代的辰光呢，就是讲这个粤剧上海粤剧拍电影毕业生，拍电影毕业生人邀请伊来演这个叫李秀英的娘，啊，李秀英的母亲，这个叫天官夫人李夫人。非是为娘不肯放你回去，你可知道自从你嫁到王家，把为娘想得好苦啊！人亲戚，好容易呀，盼得我儿望月归，谁知你养育之恩忘关里，我留你一笑都留不住啊！
万事要委屈我。丞相，当家，小弟，我们不要委屈他。大家，也怕你要委屈三命的委屈。偏是为娘当初不慎，母亲当初不养你，你就委屈吧。母亲。这都是女儿的不孝，母亲欣赏女儿百病。这个叫天官夫人李夫人。那么这个一个角色人虽然是一个配角，但那个演好人也不容易啊！要演出这种天官夫人的身份，要演出这种母女的挚爱之情，那是不简单。特别是李香也讲闺人搿场戏是母女相会，对吧？侬要把演出各种感情啊，确实就是讲是不容易。但是姚世军毕竟是一个老演员，他有很丰富的舞台经验，把这个角色人把握得非常好啊，演出了天官夫人各种雍容华贵的气质啊，演出了他对母女之间各种挚爱的感情啊，所以得到这个行家的好评。那么金彩凤跟我讲过，伊讲伊演舞台剧的辰光啦，有好多这个演员对配演过这个李夫人的角色，但是没一个像这个叫姚世军搿能演得有分量、有气质、压得住台。拜见伯母。哎呀，小畜生！我女儿许配于你，难道你一生若无问，怕我受当不起吗？哼！我先问你，我女儿嫁到你家与我过错，你尽管当堂，你要问我一个道理。要问道理，问之前人自己。你尽管当着我面骂他，当都当得，骂又何妨？有我在思量，你也不管。那我就母亲受益了，你们等我为娘好苦。自从你嫁到王家，受月令四夫令中，竟然为娘亲眼看见，真不叫为娘痛心为。儿啊，你快别为娘委屈了吧，母亲娘啊！要是女儿为娘委屈，倘被旁人知道，叫女儿也是恶做人。就算是此，得为娘修书一封，叫你弟弟回来，定要与这畜生并离。母亲，弟弟好好在京为官，你千万不能惊动于他。是啊，为娘自有道理，丞相，你要好好我是小心，请我来背教。
你且起来，多谢岳母。站在一边是。难为他今日人中为心酸儿啊！你快些文官把呀给看我听娘啊，慈儿不孝为母啊命啊娘啊娘，难道你嫌犯子不忘我？他尽管在娘亲面前要将儿当，他尽管岳母不教把母活。观众朋友们，越剧早期名伶三花玉娟到今天呢就全部给您介绍完了。在越剧从男班过渡到女班的初期，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和姚水娟这几位名伶以各自的才华和胆识，成为女子越剧的开创者。他们的努力为上个世纪40年代女子越剧的全面繁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的成就也由此深深地刻入了越剧的发展史。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绝版赏析。朱水昭是著名的越剧10姐妹之一，她以出色的艺术和美好的人品、艺品而深受观众的爱戴，同行的好评。可惜的是，在1968年，她不堪文革的迫害，过早的就离开了人世。今天就让我们随同她的几位合作者，一同来追寻朱水昭的艺术足迹，回顾她的艺术。朱水昭是越剧故乡浙江盛县人，12岁进科班学艺，攻武生，是女子越剧中少有的擅长武功的演员之一。登台演出后改演花旦。1940年，她与义结金兰的姐妹尹桂芳2度合作，以三开玉妹一剧最受欢迎。1944年后，她和尹桂芳一起立志创新，上演了《宝玉与黛玉》等戏，推动了新越剧的发展。特别是在1946年，芳华越剧团成立后，她与尹桂芳合作演出的《沙漠王子》《秋海棠》《葛嫩娘》等剧轰动一时，影响深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后来成为越剧表演艺术家的傅全香和尹桂芳、朱水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一直把2位大姐称之为恩姐。1947年，越剧《山河恋》一演轰动了乐坛，朱水昭和尹桂芳都是一演最早的响应者。同年，尹桂芳前往香港后，朱水昭组建了云华越剧团。1948年起改演小生。说起来，朱水昭的改行还是当年的合作者前辈越剧导演韩毅促成的。当年韩毅、仲美等人创作的《水晶宫》，后来由南京越剧团老编剧季大为整理，成为朱水昭的代表作之一，柳毅传书。1962年，还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
哎，你是胡贼，犯官机动手就进朝龙宫。我乃神仙修才，是你家公主所托传的家事，请问真正是无妨。我乃同领随父亲朝将军之业，上下既来传旨，请在我这宫。小生这样陪你下去，哈哈哈哈哈哈！让他放心，谢家自有妙方，你是滚在我这宫去吧。女人受死呢，因为这个辰光比较难看了，尤其是对这个西边一头啊，这个一看见三娘开始这个无比受死的辰光，也是蓬头垢面的，对吧？后来到宫里向去三娘摆下伊的辰光，一看完全一新，伊变公主了呢。但是伊这个心里非常复杂，伊没啥虚拟动作，好像或者说招手啊，来搿没个，伊完全靠两个眼神来做戏，有颜色了。但是三娘等到龙王就是一个爷嫂钱塘君做媒，伊一口拒绝。伊这个思想跟这个斗争啊，伊动作了不多啊，有个特色就动作了不多啊，不是一个招手步啊，一个翻身啊，一个啥个伊不大，伊都是立辣海个，伊舞台上是那子，电影上是个那子，立了纯靠是内心活动，从眼神表演。我觉着伊呢表演的风格呢，每个角色呢都不同的眼神，不同的体会，给我的感觉，我深爱伊个演出，很深爱伊个塑造人物。我具体的时候谈很简单的，我谈不着多少的吧。这个我觉伊这个演一个木头女的继承啦，伊跑出来呢，风度翩翩，潇洒。还有一种很潇洒的个潇洒，他这个眼神呢，满眼都是喜悦，好像无忧无虑呀，还有的老放开来个动作啦啥的嘛。对于这个叫木头女来表演呢，等于这个伊等于深爱这个木头女啦，以一种多情多义的眼神对待木头女呢，非常关爱、深爱，对爱情呢，他非常忠于的。以搿能个姿态来表演，身上呢比较活跃，也活跃，对吧？哦，那么像是搿能一种人物呢，也是能表演。比如像以这个刘毅啊，几个特色人物，刘毅就是了。以这个一出场呢，那就不同于这个叫其人的眼光了，出来的眼神呢，平平的、温文的，很大方、朴实。他的艺术呢很神魄，眼光。你说他的，侬讲一个台步呢不啦？那就同这个其人就不一样了。其人表出来比较轻，比较潇洒。那么刘毅呢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文弱书生，一开来就看就到的呢，一个眼神放出来呢，温文大方的很，心地很坦然，很朴实。而且呢，这个人呢，这个表演的那个对三娘一种那个种同情感、怜悯，常年为这个叫三娘呢长途把的去送信，他有一种那个正义感，他的演出呢身上一种正义感，包括他的眼神是吧？然后他的水准是吧？他也不乱动，他的台步呢很稳重，很扎实。
为么养女子，在此一面痛苦，不知为了不是，待我问来。我发现他在这个叫现在不是我们球场也排了那个新的刘一传是吗？我就反复的看那个我们周老师的那个刘一传书啊，老的啊，看起来还很有味道。他这思想的特别牛，他生了很大方，特别在一张那个刘一传书的那个五笔写碑啊，他不是说三娘打动他吗？打动那时候好像是这个相思草嘛，对吗？他这个眼光非常正直，我现在看起来越看越有味道了。他这怎么正直呢？说到三娘我去弄，是不是叫他表达爱情的事情了？他怎么表达呢？打压米这个相思草，那我不猜子呢？他实在心里非常爱三娘，他有一种孤独感，好像说我为三娘送心了。万一我现在表达我爱的三娘，人家不是讲，正因我当时见他嫌三娘长得漂亮，所以我对他是送心了。现在我去向三娘求爱，他这种内心感啊，他的演戏呢，从内心很深入角色里头呢，他从眼神里向表现出来。只是不提他们无言三番去，我一月最美的，我比他上一无语为情定分清爱慕心当太阳路途短，月途中长，更在君子一生你看那寂寞鱼儿听不见七彩片片一带雨，他离渐渐地红来去，愿君子看见早在此心里，一梦心涌红将军，他那里强颜坐在家里，分明是心愿留你把美句，倒叫我就此不依是余为不尽家他刚才犹豫是仙女，想为我生病娃儿不看
敢为天下女儿哭，女儿心意比天高，女儿命比去云蓬，来的父亲花名字，可怜子来把家中。是嘞，是嘞，因我女儿嘞，是指因我女儿治疗。女儿嘞，女儿子，给我一颗女儿子，愿起名字表心胸。
秋叶灭地送君。
为传君心我尊在，谁道是非心撒开，有谁知一片痴心福。流水，他自愿是梦，不经一回，无有人。第三期，佳话新闻。观众朋友们，半个小时的节目肯定难以尽言煮水糕丰富精彩的艺术。下次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煮水糕和它的艺术。好，再见。